爱做事。鱼奶尾啊！快点呐！啊，鱼奶尾啦！你看这里弄得还蛮漂亮的。按酱。现在按酱。哎，今日到底爱鱼奶尾又敷衍哈？因为今天要完成你的生日愿望，你还记得你的愿望是什么吗？生日愿望。哦，我记得啦，今日上信义煮的菜。你想要吃马盖？这麦当劳、肯德基，做得吗？做唔得，我唔会。唔会啊，肯德窑、麦当劳。没办法，做不到。还用芹菜啦，芹菜煮马盖啦，做啲血嘅肉去卤，因为奥利度，我听说还有牛肉。你真的很不正经哎，不正经客家话怎么讲？不正经，摸正经。你懂摸正经啊？你长摸正经。你长摸正经。哎，大哥方便对位，方便对位。这边。哎，哎，这边吗？哎，大哥过来一点位。这边吗？哎，再过来一点点，再过来。这边。哎，再一点点，再很多2步。身体转过去对位。哎，转过去，嘿，差不多了哈。来，1、2、3，嘿。好了没？可以。我看一下。我看。你看。还有 keep 到101有吗？没有我啊。啊？没有我啊。1、2、3，冇啦，幾行已經動到，去到幾動到了，這個等101動到嘞。等下，不是拍我嗎？怎麼會有這個東西？哎，我們不是來約會的嗎？美人走賣東西啊，美風神無雙，那裡要走賣？美愛去聊風景哈。你要不要拍我？好，前面已經拍很多啦，這樣子啊，好，聊天風景襯托不了你的美，安樣走對嗎？好，走的哈，走的，好。哎呀，大哥過來，幾片，還過一對位，嘿。有我嗎？嘿，冇，嘿。哎呦，音樂會打了。我們結婚20年就是這樣啊，每天都嘛這樣，就是他要不就搞笑一下，要不然就是跟我說一些土味情話，反正就耍寶，然後要不然呢就是有時候約會啊，浪漫一下，所以很多人都誤以為我們是新婚夫妻，就是好像覺得結婚20年不可能這樣，可是我們真的就是覺得這樣每天的生活都很開心，然後也一直保持談戀愛的感覺，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相處模式，這是我們最開心的生活方式。我攏愛培養平常時做上來嘛，該做直接講安樣，唔係互相安樣傳來傳去。平常時其實根本唔會煮菜，佢係唔好煮菜安樣，所以我平常我也不會逼他。那今年生日呢，就是希望久違吃到他煮的菜，希望他給我煮一桌滿滿的這個愛心的菜，這樣子啊，不管他煮什麼啊，我全部都會吃。來哦，這個是豬油哈。魚奶味啊！耶，媽。哎，你們在忙什麼？媽，幫你做菜包，幫你做 OK。做乜計啊？做乜計？哎，很香啊，很香。在炒什麼？來，進來倒做，阮伫做這攏咧義賣呢。義賣哦。哎呀，進來。哇！來，愛好食。你幫忙。我填數。我甲你講哦，內底愛啥物才好食？你一定愛豬油啊，放過迄個蝦仁啊，用好了就擱紅糖酥，擱加用了豬啦，炒一炒，炒香了再來加芋頭哈。好，芋頭絲哈。芋頭好，現在很香了，可以加了。對，小蛋姐，翻。哎呀，你無緊炒dinner會臭到咧。趕快翻。哎呀，炒dinner愛曉dinner。啊，你叫我小蛋姐。哎，行不行啊？行啦，有沒有？你做點唔做點？做點啦，我動擺，我兄弟啊。來，給。哎，趕快翻。好啊，哇，記。啊，你那一手就會用的啦。啊，2手拉啦。啊，2手。哦，安尼啊。安尼燒呢？你鐵砂掌。安尼啦，2手啦，安尼啦。你看你炒，你大咁樣臭你安尼炒掉啊？安尼，2手來。小力一點。安尼會使哦。可以了嗎？會使啊，卡起來。卡起來，卡起來，你卡。來，你卡起。安尼2個搶一卡面湯啊，安尼啦。
嘿，你是不是最后弄不起来？对啊。最后弄不起来，妈，他最后弄不起来啦。咱弄不才是要怎？咱是要怎啦？这就安尼，对唔对？安尼会晓无？哦，看，啊，做对啦。会不会也是做对吗？这锅炒起来，有没有？都是我的功劳。你是不是想太多？好啊，咱摕来内底烂鸡。哦，来做乌鸡敲，做鸡敲好。五板，菜挑板。来。哎，用饼落去，哎，安尼。那个粉是什么粉？糯米。哦，糯米粉。这样要很有力气呢。有啊。对，刚好我没有，所以你可以。就是那个糯米要跟那个混合在一起。要混合。啊，唔是干那了，即马这个鸡腿吼，缩水打了就要先改伊。弄打开散开，全部散开。这样烂会开啦。伊无伊的迄个袂用有颗粒啊。阿姨来，可以哈，可以哈。来。好。那你做这个，我要去包那个，我去跟阿姨们学这个。来煮昨天。好，你好好捏哦。来。阿姨们来包这个。好，把它拿起来。这边吗？这个好。像包那个小笼包这样吗？对。搓一搓，好。长方形的，好。啊，那假碎啊吗？可以。然后我做一个特别的给他摇。你要做给他摇。特别的。这是啥？哎呦，做一个心呐。哎呦。我来做点心。哎，可以了啊。等一下煮好，看到这个就是我。就是你的。哎，这个特别的形状啊。做的是啥？摇的那个歪啊，一个歪摇，哇，歪摇，好，可以吗？好漂亮吗？来，这个是做记号吗？对呀。哦，这口味是哪一种？哦，那个是红橘哦，然后就会知道它是包这个的这样子。哦，因为还会有包其他的是吗？菜锅饼。哦，还有包菜包饼，我喜欢吃菜包饼。好，那个不大好包。真的吗？对你有较困难，对别人袂啦。公安呢？我无定很厉害。咱土地公伯啊吼，而家200几年啊。200年啊。哦。而且吼，地方吼，拢好野人呢，搁拢吼熬读书，搁大拢吼。足好命的哦，所以吼，阮就为着这个感觉讲，土地公伯足灵感，所以阮规定吼，就来紧的，要来甲起这个所在，甲起起来，因为伊所在原早是旧啊啦，所以较紧啊，所以讲哦，一寡咱伫遮的迄个时代吼，若要来踮遐遮行行啊，无一个所在，所以讲105年就决定在遮一直斗做假，一直来甲斗趁钱，抛砖引玉，互大家讲，紧的哦，看到土地公伯要起庙，大家紧来。到帮忙。哎，妈妈，安阳，我做安阳做对吗？安阳。安尼是啥？安尼是啥？你做安尼是啥？我来看无。对，走条路。做条路吗？哎，条路，那是射狗，不是走狗。来，我教你。你系乜改？来，我们开始来搅拌它。凤梨，这凤梨啊，还有香蕉哎，香蕉，还有香蕉，还啊这个呢？这个是米酱，米，它这里面一粒乜个？那个里面是黄豆，它都已经发酵过了。蒙条，好你做哦。哦，做。好你嚼一规年，嚼足欢喜。哦，谢。再来，这个是糖，全部嗨。对，绝对。对，我觉得你这样好危险哦。不会啦，你都要做一些感觉很危险的事。危险的。好，那可以要拌了吗？要拌，要拌了。好来，你米酒倒进来，2瓶同时倒，你拌，搅拌来对。你拌。好，我拌。来，哎，这个不香蕉不能弄坏是吗？可以哦，可以，它不会坏，你放心。再来。哎妈，小时候阿嬷不是也很会做导路吗？有，
厝的这个阿嬷、外婆，通通会做。对啊，因足好做。可是阿嬷的导入较咸吼，因就是足咸，啊个足奇怪，就是因早期因的迄个保存无好啊，是安怎？嘛有迄个米酱奶心，有小虫在里面，对。啊，就甲拉去边仔硬起来食，我拢唔敢食。啊，阿嬷的豆腐乳，阿妈的豆腐乳有丰富的蛋白质。啊，对。啊，大家一直研究，结论就是这样起来，个甘个好食。哦，对，我觉得比较不会死咸。对，以前阿嬷做的较咸啊，咱都我哪感觉你拿安尼敢若真好来。要让它均匀，要这样。再次。要均匀哦。我妈拌才有看到凤梨。无你都要跟我看。无。然后走对好了，走对嘞，好。好，准备装瓶。耶！哦，他们装好了。对，看。你来，你最会装了。姓庄的好像不是他，好像是你姓庄。哦，我妈妈接了，你才姓庄。姓庄的好像是你，不是他。哎呀，你惨了。妈妈要放几个？不是，要先放酱，先放酱，第一层放酱。来，汤匙，来，先铺来，这样子，这样会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对，安尼准就可以。对，大概5汤匙。5汤匙。对，阴贵是吧？可以这样放，不会弄到。哎，你的好像还不错呢。安尼，安样做对吗？这样可以的，再拿一个来装。拼中是100，应该做几多扎？啊，这个哈，平常一次要做几个？平常喜欢吃你就多做一点。你看到我用汤匙把它弄进去了吗？哦，有没有发现？哇，你好厉害哦！对啊，这样对不对？你有看到我弄这样吗？有，我正在努力。哦，你在努力哈。哦，这个看。来，这个就让你对。好，弯的比较好吃还是直的比较好吃？都好吃，都好吃。但是看竹笋就知道了，割的人漂亮，竹笋就漂亮。这个东江啊，转来。动吃，来做事。你有看到我弄这样吗？有，我正在努力。好，你在努力哈。哦，这个看。这位先生，你失手了。快点擦。溜手。我看一个，哎呀，旁边的阿姨，脸都绿绿的。没关系啊，这个瓶子都洗干净了，都消毒过了，没关系。这个可以吗？这个你自己吃。好，我自己吃。这整锅做的都我吃，好不好？对。这个放进去，我弄给你看哦。你把它放进去，对不对2扎。差不多这样。好来，米酒，你也不能太满哦，因为你太满了，它还会有空隙哦，所以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加糖，然后加米酒。啊，外面要擦干净。米酒。多一点。啊，多一点，不会膨胀吗？我很容易膨胀哦。多一点点。好。是这里的。再一点。好。OK。擦干净，等一下要先擦，因为它会黏黏的，这样就要放3个月啊。我们3个月之后哈，就这一个就是成品哈。但是这一瓶是扁安布啊，成年的哈，成年的哈，这个已经2年的哈。2年呢？对，它这个成年的很香，你们可以拿去让你们去做料理。哎呦，那瓶要给我们吗？对。哇，这个马上可以吃的。还用蜡砖去煮出来。好。好嘞，好嘞，做得顺嘞哈。做得顺的哦，木板跟菜包都整好的哈。有冇？你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歪。哇，摇啊！哦。还这个爱心啊，有冇？哦。爱心啊。还有笑脸呐。来，你先吃我这个爱心给你。我吃爱心的哈，然后我吃摇，好不好？很烫吗？还有一点烫。很烫哦，小心哦。很好吃。哦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好吃，冻好吃，外面这买不到哦。呀，土马树讲的啦。这有的米冻香，
然后冻妞，哦，好浓哦，还弄个巴，有没有？有吗？有，好浓，好吃好吃。这个里面就是刚刚在翻炒的那个嘛。对啊，对，菜包饼哦，这个里面哇，我会把它分开。哇，很香。不一样的。这个是哦，这个是咸的，你看，咸的绿豆。你看，好 Q 哦，超好吃。哇，好吃。呀，还煮乜嘅？你不是很喜欢吃竹笋吗？绿竹笋。係啊。对啊。这边有冇竹笋？竹笋啊，竹笋，哎。来，我找你去找那个碧瑶山庄杨叔叔啊，去叔叔那边。就以咖喱哦，我们去可以去。还这个杯了。去挖。啊，这个杯。是挖绿竹笋。好啊，走啊。真的。那我们那瓶带着去。等下你先带点去。那我们带着去哦。对，你带去。冻竹笋。对。哦。对。那我们去找叔叔哦。好，对。好。好，妈妈谢谢啦哈，是梦妮啊哈，那也是竹笋啊哈。我是观音山长大的小孩嘛，那我们这边就是绿竹笋很有名，然后几乎小时候我们每一个同学家里都有那个竹笋田，然后每个人都会去挖竹笋，然后大家从小就是吃竹笋长大。今天刚好有机会啊，就带小康一起来做一下运动，挖竹笋要挖那个土也是有点累，让他消一消他的大肚子。行不行啊你？好久不见，按 Q 没看到啊！我们来找你挖竹笋，要来挖竹笋。对，好。啊，你知道竹笋在哪里？蹲那位，哪里啊？你找看，真的看不到哎。看不到哈。啊，我看到这个对不对？这是不是灵芝？这边有没有灵芝？黑嘛？灵芝的旁边就是竹笋。哪一个啊？这个，对，这个东西对不对？其实它已经是冒出土了哈。正常我们到了竹笋园哈，怎么样找到竹笋？竹笋要冒出土，其实它第一个它会有裂缝。哦，对，裂缝。小时候我妈妈帮我它第二个它会有露水，这个裂缝跟露水最怕前一天下雨。哦，露水就没了，对，裂缝也没了，就看不出来的，就看不出来了。所以现在怎么办？你只能找那个冒出土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所以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？慢慢的啊，对，慢慢的，哎呦，从它的看到竹笋的左右两侧啊，把这个泥土拨开，拨开，哎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哈。要挖多深？叔叔要挖多深？你要挖到可以看到根部啊，就是我们要采收的那个位置点。然后大概你看到那个根部的时候，最后我们就要来运用我们这一支刀子。好，这个是叫圆月弯刀。好，我们就要把竹根啊，把它拨开。下面还很长哎，哈宝和洞窗啊。对，差不多了。这个根部已经看到了。土要拨开，让你好下刀这样子。一般我们都要看它从底部往上，它要1-2公分的地方，下刀。有时候你会觉得说，怎么下不下去嘞？哦，有没有？对，很硬。很硬。那你可能还要在上面一点。有没有？你说往上面一点就下得去，对，比较嫩就下去了，对。赶快去。来，这个就让你对，力量在刀尖，你要感觉它断哦。好。竹笋割起来之后，来，我们有个动作，竹笋割，把多余的壳，拉掉，然后把泥土拨一拨，放到我们的篮子上面。我的，土要再弄回去，盖回去。对，然后割完竹笋，我们要把它覆土回去。它正常的情况下，差不多45天到2个月，它会再长竹笋。同一个地方吗？还是旁边？同一个地方。它旁边的芽眼会再长竹笋。芽眼在长。对，所以我们土要把它覆平。这里也有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对，这一只也蛮大的哦。哦，那只很大。这边好像有东西。旁边有东西呢。对，它后面有一些竹头啦。它的兄弟姐妹。来，给你。
我切吗？哎，对，摇一下，可以摇一下，嘿，可以摇一下，嘿，好，耶！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下，我的。它拌来好蟹，它切的也好蟹，弯的比较好吃还是直的比较好吃？哎，都好吃，都好吃。但是看竹笋就知道了，割的人漂亮，竹笋就漂亮。这个东江啊，转嘞。哦，很看呐，不知不觉我已经挖这么多了，被按到了。但是叔叔挖的吧？哎，俺没有讲漏啦，俺没有讲漏啦。用蜡烛嘞吗？做在煮汤啊，做那个凉笋啊那个。够了，拿嘞哈。用你做的煮饭不爱吃嘞。做得吗？做得。做得哈。行。走，转去。先转去煮饭啦。煮饭啦。啊，去竹笋啦，嘿。庄思远你在干嘛？套圈圈啊，套圈圈啊，套竹笋啊，哎，然后呢？百发百中音的啊，嘿。怎么百发百中？嘿，那边全部都是我套的哎。跟你什么关系？你套的就是我套的嘛？不是，那是我套的。你套的，我同意你声音，好，你套竹笋，我套不用，好，俺用做的嘞，好，你套诶。好，我们去找杨叔叔剥竹笋，好，走。你按豆用来笨哦。对。大中小还吗？不是，叔叔教我们分。这个竹笋呢，其实它产出来的时候，它会有分上中下笋，就是说它会有比较漂亮的，对啊，到底这个要怎么挑？你要煮沙拉笋，好，那我们就是要挑这种最漂亮的，这个根部呢要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屁股要大一点，然后呢尾部哈。不要粗青，这个有没有？你看这一只，你看哇，这一只最惨。你的绿色的已经绿到一半去了。哎呦，我这一只的确是蛮惨的。粗青之后它会苦。就会苦了。这个尾巴，比如说你看这一只哈，它粗青了，它就会苦，或者是说你煮汤，可是煮汤就很重要啊。你煮汤因为尾部会苦，所以你不要全部都切一切，全部丢下去。整锅就苦苦的。啊，对，会苦苦。你说奇怪，这个竹笋怎么会苦？对。那这一只呢？哇，那你只要煮汤的话，那很惨。它一半都被切掉。因为它一半都会苦，所以一般像这个我们会建议你去做什么？做脆笋啊，或是说晒笋干。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底要怎么剥竹笋。有没有？就这样。对，切开。就切开，对。然后要把那个刮的。对，把这个皮要削掉。对。粗的纤维质要削掉，你这样口感才会比较。才会好吃。对。不过我们观音山绿竹笋基本上都很细嫩。对啊，很像水。像这个尾部我们就一样把它切起来。哇，这个等一下就是给苦瓜鸡。对，老婆给不怕苦的两位。苦的是。那像这个，凉笋做什么？对。凉笋最好吃，沙拉笋，对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吃沙拉笋。其实这一只已经是煮好了。这只就是可以吃的了。对。两可以熟的啦，纤维把它削光就好吃了。然后都是嫩的地方。对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吃了，来，我来试试看，老板借我一下。你想要自己削的？来，你不要像这样子啊。来，可以，来啊！好，可以吃了。我等下去看看。好吃原味的啊。超甜的。对。超甜的，我刚刚吃的这个超甜的。很细。这个竹笋还有很重要，就是说我们在买竹笋，除了这个产地之外，你认为它最重要的关键因素是什么？我在猜是不是水分啊？下雨吗？不是，跟下雨没关系。甜分。来，我们说我们去买海产，你会注重它新鲜。对，那它采收下来之后，它的纤维质一直在老化。假设笋农采下来之后，就放在那个路边，就慢慢从早上卖到下午。
哦，下午的就最多啊。对，哦因为它的纤维质就一直在老化。对对对，跟老婆一样哎，取回来是一直在老化。喂，没有礼貌。好，所以竹笋什么时候去买？早上买，最早就是人家刚割下来的时候。那你买回来之后，就是说第一个你要确保，就是说，你买回来竹笋是新鲜，那买回来要赶快处理，赶快处理。哦，卖早那里现煮活，哎呀，对你不要放了2天3天啊，才说忘记了，对对啊，那你就很浪费，因为关山绿竹笋非常不便宜。哦，对，非常高价。你有记得吗？记得。哦，你这慢慢讲啊。然后嘞？你慢慢的学啦。我要听听你啊，很好学。不是，你吃少一点啦。我等一下还要煮东西给你吃，你要留一点胃给我。哦，好，按跟沙爹会煮，煮快一点，因为它一直在老化。哦，沙爹味哈。对。阿嬷家以前是早餐店，你记得吗？然后我们早上都去她那边吃，可是她就是饭团啊、豆浆，然后有时候吃久了会吃腻啊。哦。然后就想要吃别的。会了，我安哟。对，我就早上起来煮稀饭。有时候结婚久了也会腻这样。但是我不会，那很买。哦，可是我不会。讲话别人会。哦，很用啊。来，你拿汤匙试一下味道，怎么样？动口吃。动吃，来做事。今不能安尼做调料，竹笋鸡好吗？好，调卤竹笋鸡，好吗？豆腐乳竹笋鸡是吗？你的意思是这样吗？好，走的。先切肉啊，先把肉切块，那我切完以后，你要把它煎一煎。爱哦。对，你煎哦，可以吗？好。可以吗？好，那我来切肉了。哦，莫小心切豆腐哦，注重在传签的，用的油，那是这个见过阿妹做嘅，菜头板、萝卜糕，一摆下面提白，我用一张薯打乱，提白好懂。第一次学会单手打蛋是什么时候？就上次学那个自己煎那个菜头粿。你什么时候煎菜头粿？我没有这个记忆。在家里煎给小孩吃的。哦，我不在是吗？嘿呐。所以我没有记忆啊，我没吃到。要走在竹类吗？对，等一下看一下，你可以试试看有没有人。啊！很谢我。好，你等我来。好，你要翻，平均分配。那你煎还是来炒？你翻一下，煎就好，不用炒。对，上色就可以拿起来了。那我换一下砧板，跟刀子，我来切其他的料。我来剥竹笋。你小心啊！然后你煎的差不多了，你旁边有盘子就把它盛起来备用。哦，还用。哦，我俩差不多嘞。你的差不多，你把它盛起来。等下不然动豆油呢，怎么办？很多油怎么办？油留着啊。油要留。没关系，你都把它盛起来。等一下，我用这个锅子继续爆香就好了。有那个鸡的油，好了吗？好嘞，10个快佛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把备料备好，所以我要等这边的料。先准备好，安样啊？芒种铺的先搭旁，芒种来的先后面。听不懂。就是还没种瓜的时候，先把棚子搭好。然后芒种来的先后面，就是还没生小孩的时候，先把名字取好。这么未雨绸缪。对，就是备料啦。其实那不是未雨绸缪吗？对啊，就是未雨绸缪。哎呦，想不到你会客家话的俚语。我除了了解。那你可以教我正常的客家话。不会啊，你学啊。哎呦，我东北讲客家话。我东北讲客家话。我也不用。你也不用东等你闹。等你下。等你闹。等你下。我也老公东等你闹。我问你啊，你几时会学煮菜？小学吧
三四年级的样子。哇，小学3、4年级哦。从煮早餐开始。阿嬷家以前是早餐店，你记得吗？有没双有？条音。然后我们早上都去他那边吃，可是他就是饭团啊、豆浆，然后有时候吃久了会吃腻啊。哦。然后就想要吃别的。会了，晚安哟。对，我就早上起来煮稀饭。有时候结婚久了也会腻这样。但是我不会，那用买，可是我不会。讲话别人会。哦，煮稀饭啊，然后所以配那个豆腐乳啊，里面还有丰富蛋白质的豆腐乳，黑吗？对。辣这位。但是这个因为我去按辣的，我不太敢吃很辣，所以我们最后放就好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就小学的时候吧，然后就做这些。哦。好了，那我们可以来炒了。哦，走对了哈，啊，快火了。可以。快火了啊。开火。那我来炒。其实要整件来煮，你知吗？整件什么？整件来煮，其实是会煮的。会吗？系啊，去当生啊，上结婚爱煎卵混成音那些。我记得。哦。这是一个不美好的回忆。还记得啊？然后呢？啊？小的那一个嘛，你煎蛋给小的那个吃。还等2岁去讲来去煎咯。哦，唔系啊。还没有2岁吧？1岁多。差不多2岁，我捌讲法咧。2岁啊，煎卵不给去，结果卵血去就住院3天，准备吃东西，轮状病毒。你蛋壳没有洗干净，然后又一起煎下去。我还主想讲，这一定是神给我的暗示。什么暗示？让我好好的弄音乐，不要进厨。从此之后，你就再也没有18年，我就再也不煮饭。对，你就有个很好的理由说，你煮了饭就会有人住院。其实我是很佩服你。佩服我什么？你那时候很会煮，有没有？这样结婚给当时啊，好2只声音呢，对，又暗色，好，然后结果给当时按摸船嘛给签啊。对，那时候好穷哦，好才哥，好才哥。对啊，东菜狗，汉菜狗，嘿啊，然后我是很佩服你，那个1整个月的伙食费可以控制在3000块。对，很厉害啊，对，因为一半去我妈家吃，因为小孩喝母奶啊。哦，小孩喝母奶。没有花钱，我吃饱就好。哦。调一下调味料，好不好？调味料。你帮我拿那个豆腐乳，拿1块出来，那里有汤匙。用干净的汤匙。要很干净哦，要检查，不能有水，不然会坏掉，里面会坏掉。好了啦，赶快拿出来。这样有1颗吗？这样半个有，再一点点。我找不到完整。太多了，这样2颗了，太多了。你要吃多少？好，这样可以。我连开个豆腐乳都不会。好，可以吗？哎呀，可以。那你来翻，我来加。好，我最会翻了。可以把鸡肉放进去，一起翻。好，你到那边去调啦。呀。哦，好香哦。好像不错吃了哈。对啊。再调味一下。真不敢相信这是我煮的。不是你煮的，是我煮的。我来讲。怎么样？你还记得吗？记得什么？去当时结婚的时间有。要印喜帖。印喜帖，对。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啊，5200块的那个喜帖。5200块啊！我想说那个喜帖印个几张出来有没有？书局印一下就好了。不行。印那个红色的纸有没有？不行。那个时候5200块我根本就付不出来。我想说已经到处都已经东借西借，是不好意思再借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这样炒？你为什么要用它一起炒？好了，你还我。好，你还你那边。好。就淋上去。哦，我闻到豆腐乳的味道。哦，好香哦。加一点水。好了，你的5200嘞，怎么样？我有跟那个上帝祷告，那时候说，你帮我出这个5200哈，我就知道这个人一定会跟我在一起一辈子。你说我吗？对啊，结果我回家就中发票。哦，对。4000，一张1000，对，一张200块，刚刚好5200。你看，我记得很准啊。你那时候不是这样的啊？你那时候跟我讲的是先尖叫。对啊。对。哦啊，那个太神奇了，超大声的。对，而且我5200还跟我妈妈换现金，不然本来那个4000块还要缴800块的税，这样子。所以就可以。刚好5200付那个喜帖的钱。对，所以你就知道，你这辈子只能跟我在一起了。
对，也不晓得不。然你还想选择谁？不是啊，也不晓得这样子是上帝是帮我还是害我？这样是害我，是害我。应该差不多好了吧？哎，好了。嗯，好了。哇，很香啊！哦。啊。啊，你拿汤匙试一下味道，那个小块的。竹笋。好。哦，小心烫哦。爱煮诶。不是，是爱煮诶，爱煮诶。还有炒过，还有贡肉啊。你帮忙了怎么讲？帮忙。还有甜酥。你有甜酥，好，你甜酥的。怎么样？冻火丝，哎，这个好吃吗？好哦，可以，那我加进去了哦。最后，那这位，一点点，等一下啦，最后我很怕它很辣，好，一点点，你喜欢我才加的。好，最后收一下，拌一下，拿盘子。这个。对的，你再讲一次，这是什么？头颅、竹笋、鸡，哎，没有后面。你后面要再加这个。好，客家人才会认可。好了，你帮我一下。好了，拿盘子来。拿。你要拿什么？拿。你行不行啊？它有点重。再重也没有你重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家过年就一定要吃这个啊，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别人家都没有哎，我问了好多朋友，他们都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。哦，所以这是素梅姐的独家是吗？哎，我的汗要滴下来了，在眉毛上面。哪里？眉毛上面。噔，眉毛上面。有看到吗？这里。还有吗？没有那么多范围，没有那么多范围。谢谢。动吃，来做事。好，那我们第二道要做那个大概笋丝金包银。哦，笋丝金包银，你知道什么金包银吗？别人的生命又空金又包银，是不是？对，不是啦。啊？是我们家过年有没有？我们家过年一定会有一个菜叫做刀混，我很喜欢吃黏黏的那个。豆子吗？不是，铁威吗？刀，把东西刀进来。哦，是动词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它金银刀进来，所以过年的时候要吃刀混。那我们就来做看了。好。那所以地板要猪肉，对，五花肉要先切。哦，猪肉。对。猪肉。一定要那个五花肉哦，因为它要。一碟配油，哎呀，对，它要有油才会好吃哦，所以它一定要是五花肉。难怪你把我养那么胖。可是你没有很好吃啊。什么东西？口是心非。我让你结婚吼，非30公斤。对。系吗？对你真的很夸张。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几公斤？5岁了。现在嘞？现在8岁。这样平均1年胖1.5公斤吗？差不多。也是蛮厉害的，厉害嘞！对，要切笋丝，来帮我换砧板。好，你刀子要洗洗。刀子洗洗。对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洗。然后再来是切笋丝。其实那个金包银里面啊，就是我们家这边是因为绿竹笋，对，有绿竹笋很好吃，所以我们有笋丝。可是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加笋丝。好，准备好些嘞。先放虾米。来煸啦，虾米嘞？先把虾米炒到你有闻到虾米香。好翻一翻，然后再把猪肉、猪肉对下去，煸猪肉。对，哦，有闻到味道了。有哈。有。好肥哦，你看，跟你的这里差不多，这里。不要指桑骂槐，指鹿为马，好不好？它是鹿还是马？它是猪。我们家过年就一定要吃这个啊，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别人家都没有哎，我问了好多朋友，他们都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。哦，所以这是素梅姐的独家是吗？不是，我阿嬷也会，外婆也会做。哦，你们家独家了？应该是没有，应该是台北的菜吧，一定不是只有阿嬷煮啊。哎，我的汗要滴下来了，在眉毛上面。哪里？眉毛上面。噔。哪里？这边的眉毛上面。你有看到吗？这里。嗯。还有吗？还有，
没有那么多范围，没有那么多范围，谢谢。喂，你把它收起来干嘛？啊？有吗？我丢掉了。哦，你好像放口袋。你看错了。好，我看错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要放其他的东西。好，快放。快放。给它切的做顺细。对，你要拌一拌哦。好。然后还有香菇。用菇哦。对，然后跟刚刚葱有那个葱白。葱不用落去。好。好。炒，快炒。我觉得有点危险，你会不会把它都拌出去了？可不可以？可以了。你火可以开大一点点，你去开火。其实它这样就很香喽。这样就很香了，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那个加调味料。调油。要来素蚝油。哦，这素蚝油唔会调咸嘛哈？不会。真金唔会调咸嘛？不会，你等下就知道为什么了。我等下。搞不好还要加盐巴。还要再加盐巴。然后胡椒粉。赶快拌啊！你怎么没拌？哦，你停住了。不是，我有点震惊。太多了。它有点臭酱。啊？整个不用按咸。真的啦，因为我们等下还要加很多的那个水。嘿。对。所以你不用。加水。对。还用做对吗？可以拌好就好了。那我们要来加水了。我们先把香菇水。用菇水哈。对，刚刚的香菇水。哦。先放进去，然后啊，这个是等一下加捣混的主角。哦。地瓜粉。番薯粉跟水，你旁边的水。水。水拿来。你要怎么改？番薯粉跟水的比例要1:3。哦，好。所以你这里用多少，就是这里是乘以3。整个不用动到水呢。对，现在是大火哈，你看一下。哎呦嘞，最大嘞。最大的好。然后呢，盖锅盖。哦。那等它滚的过程，你先把这个地瓜粉溶解。溶解，手进去啊，手进去拌。还蛮黏的。对啊，就要把它溶解，它全部到没有颗粒的地方。可以。可以了，好，可以喽，我这里滚喽。可以。好。倒进去是吗？对，要慢慢的。所以这个动作就是倒了，对不对？就要开始喽。就是倒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关键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关键，这里成功就成功了，不成功就不成功。怎么样？你要去哪里？不是，我要先抓稳嘞。慢慢的哦，慢慢的，好拌，好，你不要溜去哦。好。原来这个步骤就是捣混啊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步骤叫捣混。捣类，它就是捣混。愈来愈高呢。对啊。越来越高呢。做对哈。做对，然后赶快把它倒起来。哦。要添酥吗？你帮我固定锅子。固定锅子。对，我有2只手，固定好哦。哦，你火有没有关掉啊？不用关啊，小火。哇耶，好像有成功。成功了是？对。哦，弄成这样勾勾的就成功了。对，成功。成功了啊！耶！试吃一下。试吃吗？对，你拿汤匙，随便挖一角。要有那个混跟里面的料啊，不然你要吃什么？哦，这有点烫哎。再吹的。超烫的，有成功吗？好吃吗？这是什么？好吃吗？好吃。有味道吗？有。够咸吗？太咸吗？够。你怎么了？啊？是太烫了哦。要不要再几口？我再问一下。那你要另外的。这个好吧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哪个？这是地瓜粉啊，番薯粉。快啊！烫。可以。做一下。好吃吗？小心哦，烫。什么好料？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刚你们怎么跟啊？我们帅哥来了。我们刚煮好捣混，好吃吗？好吃哦，很成功，很好吃。好吃哦，真的。对啊，那我们一起去吃饭，一定要吃吃看。一起吃。来，吃饭，耶！爸爸，来，你在干嘛？一起吃饭。我要把今天这个辛苦工作的成果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好。小心。小心。
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，好可以吃了。吃饭吃饭，先吃吃看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豆乳头颅、竹笋给豆腐乳竹笋烧鸡，好吃吗？好吃好吃。阿嬷做的豆腐乳，阿妈做的豆腐，阿嬷做的豆腐乳哦，哦，好好吃哦。阿嬷的豆腐乳味道，还蛮下饭的。嗯，还要吃竹笋啊？香哦，竹笋好吃吗？有竹笋，好好吃哦。超卤味，配饭刚刚好，对不对？感觉它那个豆腐乳的那个味道有没有？成年豆腐乳味道，跟那个竹笋的甜味，还有那个鸡的那个口感混在一起，很好吃。啊，很有层次啊。那再吃吃看那个阿嬷常常过年都会煮的豆混，过年呐，就是豆混，安尼或者豆糋混呐，豆全家在一起吃团圆饭，团圆跟什么钱呐，跟有钱，哦，钱呐都把它都融合在一起。哦，所以会叫金包银嘛，就是很多金的。还有一堆，还有一堆俩意思安用啦哈。那你这样生日愿望有实现吗？哦，安用上一长有啊，生日才有吗？我考虑一下。阿路，你整碗饭吃完呢？对，我很饿呢。哇，这么好吃啊！你是不是觉得超好吃的？很好吃。哦，孝顺啊！妈妈煮的饭嘛。哦，是最近又欠零用钱啦。很久没约会啊，然后今天可以约会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很喜欢一整天就是你一直属于我这样，然后我也可以很专心的陪你。然后今天我们一起做菜，然后看你很开心，我就会觉得很开心，所以我今天一整天都很开心。好，寄给我。第一个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们其实每个月都有一次约会，那最近这2个月实在是非常的忙，然后已经拖延他2次了这样子。那今天刚好借这个机会，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出游、拍照，然后甚至第一次一起煮饭，然后采竹笋，这样，然后我觉得非常开心，也非常珍惜这一次的回忆。谢谢你陪我出来玩。就这个礼拜啊，我最感谢你的事情是，因为我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我开始可能要去上班，然后下班的时间很晚，然后上班也有很多的事情，我可能没有办法顾到家里的事情或者是什么，然后我很谢谢你可以支持我去上班，虽然对你来讲你很不喜欢我去上班，可是你就支持我，然后也帮我做家里的事情，然后很晚下班的时候你就会来接我，然后让我很放心，然后你的支持让我觉得我很开心，这样。我其实一直都很感谢你，然后这礼拜，不止这礼拜，我其实这2个礼拜一直都很忙。我要谢谢你一直都以我的事情为第一优先，然后不管是我的工作，或者是我在家里，或者是我需要自己的空间，你都可以把自己的工作放下来，先满足我一切需要。谢谢你在这个家里面给我一个很坚强的后盾。神梦一。如果明天就不在世界上，就想跟你说，我觉得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遇到你，然后谢谢你对我很好，然后我真的很幸运，然后也很幸福，就有一个人很爱我，然后又很了解我，然后也会支持我做每一件我想做的事情，然后又让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，然后所以应该就是会跟你说我很爱你，然后我很幸运可以遇见你跟认识。你说了什么？不要给你知道。谢谢你嫁给我，
可以娶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是幸运，跟你在一起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开心。如果我明天不在了，我还是会带着满满的回忆不见。希望你可以永远记得我。好了，你拿下来。你刚刚讲什么？你回去自己看补书。那还那还要？你刚才讲什么？讲到眼眶红红的。不要跟你讲。好了，今天很开心了。我也很开心，谢谢你。耶！Just get married, hey, I'm for you. Whatever 都本太假임신. Just get